另外看到这是桃园庄的中立平安夜嘛无平安。来看这车啊，冲遮紧啊！这台黑色的轿车开甲是窜来窜去，警方要去甲掠，去甲查车检查，伊不但无停车，还佫加速。 去弄警车，沿路一直冲，一直弄，害民众的车嘛去互弄倒，最后啊一直约到中立分局附近啊，警方把这台车炸落来，驾驶来掠了，才发现啊，原来是速毒了后啊，开车乌白龙。警力一直等，原警司警察车约头前这台黑色轿车要砸车掠人。 头前有另外一台警察车已经超前部署，瞄起啊入牛角啊！乌车虽然予人前后夹攻，也毋过驾驶彻底正面过，导致追捕天罗地网。警方继续约，这是单行道头前要真济车险啊去弄到公车，赶紧切倒平嘛，唔插万把已经拖土啊！就算已经是红灯啊，又站落继续走。 尾手伫中立分局前被压制逮捕，包括驾驶甲后座人客总共4人，拢被入土坎。代志发生伫桃园，昨暝9点外，嫌犯伫中立的中央西路甲大东路口，和警方发现讲驶车无啥会知，拒绝临检加速逃走过程中，佫弄警察车。 走到中福路，过去遇到无辜的车，也佫无停来继续走，最后走到延平路的中立分局前，被人压制逮捕。 经过警方一个调查，发现讲这个赛车的驾驶有食毒。于车内及乘客卢男身上分别查获毒品残渣袋及安非他命1包，正显经唾液初筛呈毒品阳性反应。掠人的过程中，一个姓袁员警敲破头门时无细字，手有丢枪夹在，无啥要紧。这个查甫人最后被依照食毒、赛车、公共危险、妨害公务等等罪嫌移送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